说水个好，国请解说2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国请来就你研究。咱来探讨过去，有真侪诗人咧写汉诗，写台湾各地头的景致。你独独敢若苗栗火焰山，日头落山黄昏暗，夕阳怎样的美丽？日本时代捌做过万里区长的诗人蔡金芳，就一首火焰色照的诗，见面讲：色白为炎，日已去，南宫五彩显离奇。几多水景远灵道，心有无度马不知。人爱满情3月起，天开妙景花中诗。何时注定登高处？眼底混烟一幅皮。是啦，蔡金芳诗句头一句，伊讲你甲看这个山壁直起，人扛袂出去，袂输敢若牙刀来写共款。色白为炎，这当阵是日头黄昏暗，当要落山的时阵，所以显出五彩色的光芒。伊诗句写讲南宫五彩显离奇，尤其徛伫咧半山腰看出去，才知影讲哇，山内有真侪幽静的深景。汉诗二句讲做水景，几多水景远灵道，咱人无在道去行骹到，敢若高山啊有法度去探头啦。啊，另外你嘛看到迄个山路9弯18弯，弯弯翘，连骑马都无在条找甲到，心有无度马不知。第3句、第4句对比，搁来第5句、第6句，安那对比？讲人爱满情3月起，真侪人吼拢甲我同款。这个黄昏时暗来到火焰山半山腰，遥想光景，因为无地看，这是大自然造物主的神奇。天开妙景画中诗，袂输敢若100话内底阁有第4句同款。啊，恁若有迄个心情，恁若有闲，当时啊，甲我注定登高处。我也咧，咱来甲爬较悬咧，因为眼底混烟一幅皮。头拄啊，诗人蔡金芳就已经写讲，这是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。所以看到迄个山雾变化，黄昏时啊迷人的景致，袂输敢若100度同款，做一摆显出一个面头情。